通行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亲爱的线上的兄弟，大家平安，无任何事务会隔断咱伫上帝的听。亲爱的兄弟，虽然即马犹原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毋过咱毋是消极来受到疫情的压制，反倒是用积极用上帝的话，伫疫情当中搁较真捌主，因为主的听时时甲咱同在。阿免。这是咱要专心敬拜主、阿罗主，因为伊是先听咱的主。哈利路亚！我敬拜你，因你先听我，专心敬拜你。我是上敬拜我的主，专心敬拜你。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我敬拜你，因你先听我，专心敬拜你。我是上敬拜我的主，专心敬拜你。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我敬拜你，因你先听我，专心敬拜你。我是上敬拜我的主，专心敬拜你。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主的听，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主的听，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主的听，主的听，常常甲我同在。哈利路亚！伫这段疫情影响的时，咱搁可来通过读经来倚靠主，来坚持祈祷。愿咱迫切恳求疫情紧紧来离开，恢复正常聚会甲生活的祈祷。哪样摆咧伫主的面前，正做主欢喜接纳的祭，毋忘信心的帮赞，互咱每一天的生活拢是上帝所欢喜祝福的。我听你听堂的声，因为我靠你。我在天堂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罪，也要
主耶稣是平安的主，咱有主的平安，在苦难中，咱通放心，勇敢对主的脚步行，得胜苦难。因为主讲，恁既若着磨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因为耶稣，你听我。听阮的主耶稣，你来到世间，
就是要找找失丧的人。虽然天地万物拢在改变，变甲愈来，予人愈无毋望，总是主你的听永远无改变。当阮孤单无伴，当阮惊吓失望的时，你犹原甲阮三个同在，你无弃杀阮。伫阮软弱的时，伫阮要做罪人的时，你就拯救阮，互阮会当脱离遐黑暗关系的束缚。因为你所献上的宝血，洗清去阮，互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上帝是阮的宝座前。当阮学了敬拜时，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当阮恳求祈祷的时阵，愿你对你宝座来听阮的恳求。供应赏赐你教业恩典，互阮会通伫遮，不但领受，也成做你祝福的见证。今日礼拜对头到尾，恳求你的神甲阮三个同在，透过学了敬拜，彰显你的听；透过你的话，透放阮的心，会通得到自由。愿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虽然伫线上，咱犹原用敬虔的心伫遮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咱这时要做伙来看周报的消息。咱会通透过咱的网络电子系统，咱来看见咱的电子的周报。咱因为三级的警戒一直到6月28，所以咱的礼拜拢正做线上。咱伫主个礼拜早起8点半是华语，10点半是台语。咱的儿童的阿卡贝的礼拜嘛伫早起10点。拜六的礼拜是伫暗时6点。咱拜三嘛有线上的祈祷会，邀请兄弟姊妹，咱伫拜三暗时的8点，咱做伙伫遮来祈祷，因为咱的祈祷会当互咱平安过日。这三级的警戒到6月28，所以教会实体聚会拢暂停，有一寡遮的周间的课程甲时间拢暂停。非必要，咱无到伫教会。如果你若有需要到伫教会时，请你遵守防疫的规定戴喙安手指消毒量体温。咱这边教会嘛有即个实验制的登记。原定咱伫7月初3要召开第526次的小会，甲7月初4、7月初10举行的圣礼典，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实体，所以咱会延到伫7月24召开小会，7月25到31这2天来举行圣礼典。若要报名洗礼，伫7月11日进行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第3季新安宫读经，即个课本已经来，咱也有订通来到伫教会1楼的柜台领，每本50块，等实体恢复这聚会时，大哥来付费来奉献。咱6月27文昌公园医疗关怀嘛是暂停等疫情稳定了，咱加个恢复。咱伫这段期间不便来教会，咱会能透过线上的这个奉献来支持教会参与甲奉献，会能透过邮局的汇拨，透过富邦银行的转销，咱汇款的时请你注明奉献的姓名你的名甲金额奉献的项目来通知互咱的过价。青年牧区6月26有这领袖小组线上的组织请这个同工注意，若袂当出席的如山长老伫遮来请假，并且有派代理人。
青年牧区嘛有劝说晚安加请来遮讲这个直播的节目相关的活动，请咱看 IG 账号 CNGH49。咱今年因为这阿加佩品格夏令营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实体的营会暂停，所以咱头一遍提出这个线上的营会STEAM Online 咱有准备2期每一期是80名总是咱推出无到1天无到24小时已经额满感谢兄弟姊妹的支持这嘛是咱头一遍伫遮因为拄着无要安怎所以伫遮咱就是用尽遮的智慧来准备啥为着这个时间伫遮来带导原来有报名实体的这个品客营的请你填写这完整的资料，会通准备来退费。咱后主日早起10点，儿童的阿加佩的这个礼拜，有要为着这个对幼稚要升国小的，还是国小要升国中的来做升级的礼拜。幼牧师会伫迄个中间来主持，咱请咱的家长会当协助遮个囡仔，会当准备好遮个网络，咱要用 Google Meet 来线上来进行这嘛是咱头一遍做这线上的升级的礼拜。升级的名单有张巧慧、刘可竹、林玉欣要升国中的有蒋玉飞廖伯成。许志军陈宏庭、许博凯林新宇请咱遮个特别遮个名单的家长请咱会通帮衬遮个囡仔准备好势，会通伫线上，咱来牧师会为着遮个囡仔来祝福来祈祷啦咱嘛有安排一寡遮活动，所以请咱的家长会通伫遮来配合。其他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来，我邀请线上的兄弟，咱做伙来读一起做伙来。所以时未到，恁无得批评啥物，听候主教，伊要用光照伫黑暗遮个温密的事，显明遮个心内的计谋。迄时，逐人要对上帝得到伊的学乐。哥林多前书4章第50搁一遍。所以时未到，恁无得批评啥物，听候主教，伊要用光照伫黑暗遮个温密的事，显明遮个心内的计谋。迄时，逐人要对上帝得到伊的学乐。哥林多前书4章第50，这是咱要来奉献。你会通伫你的厝准备一个袋伫逐礼拜你会通录这个奉献的钱到伫一个适当的日子，你会通摕来教会，也是透过转销伫遮来提到伫教会，也是透过线上的奉献。咱要做伙伫遮来用这诗歌来献上咱的感谢、奉献、感恩。头来奉献感恩的心归你，至圣的提拔，伊有想事都是惊，主耶稣基督。奉献感恩的心归你。生的提拔，伊有想事都是惊，主耶稣基督，只是请咱起立，软弱的真多臃肿，怂恿的真多步，拢因为。
拢因为主已经做这大事，感恩，感恩，感恩。疼痛的弟爸，阮感谢你，因为疫情的关系，你予阮三甲伫网络来连接，来学乐敬拜你。感谢你赐阮所有的需要，感谢你予阮有教育用稳定，感谢你。阮求主你予阮用每一工都会当用平安的心、喜乐的心、疼心、信心来活出丰盛的生命。阮只是奉献时间、金钱、才能来做主圣工路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阿免。咱感谢洪阮执事伫线上带咱来做感谢这奉献的感谢。姊妹，咱要做伙来准备读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两位的所在。头一位是箴言25章第8到第10节，第二站的圣经是伫哥林多前书4章第3到第5节。咱要准备做伙来读上帝话，伫咱的荧幕顶面就这的经文，也是你的手中有这个纸本的圣经，也是咱透过你的手机这个时阵。请咱做伙来读上帝话，第25章第8节，做伙来。毋通紧紧出去甲人冤家，免得到尾受你的厝边凌辱的时，你毋知要怎样做。第9节，你甲厝边计较，就甲伊本身分下，毋通露出别人秘密的事，惊了听见的人会骂你。你的臭名就恶得脱离。第二位圣经是伫哥林多前书4章第3节到第5节，做伙来。若是我互恁，也是别人批评，我掠做极小可的事，我也无家己批评，因为我毋知家己有啥物通责备，总是我无对即个得到称作义。独独批评我的就是主，所以时未到，恁无得批评啥物，听候主教，伊要用光照伫黑暗，才会稳捌的事，显明才会心内的计谋。迄时，逐人要对上帝得到伊的学乐，愿上帝话刻条伫咱的心内，也成做咱生活的帮赞。咱生活的提醒，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你来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互阮的心会通仰望焦点放伫主。愿主，你互阮会通得到透放，你的话语的大权能充满，互阮照着主你的话去行，就真做有福气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弟兄姊妹，咱要透过这段圣经，三甲来思想上帝安怎回应咱的话。当咱咧行遐的时阵，当咱面对最近咱知影开放互遮的老大人因伫遐来种植即个 AZ 的疫苗，所以伫遮最近有真侪遮个案例突然伫遮来死亡，所以这个也引起有侪侪民众来对这个预防这个肺炎的这个疫苗是毋是有效产生真侪遮个副作用。伫新北市，咱也知影讲有3例的死亡，所以这个市长侯友宜伊就伫遐强调，这是爱搁检查啦，爱搁调查，还搁毋知。总是咱知影讲，即款的代志，搁逐工媒体安尼报吼，已经影响有真侪遮个老大人因种植的一个意愿啦吼。所以过一两工了后，咱知影讲，迄个种植的即个比率有降低到差不多47%。所以面对安尼
你是毋是要去住？啊，你是毋是讲啊，这一定有副作用，啊是讲这有可能？所以咱是咧评论，也是咧论断，讲这个无啥效。我去住一定有啥物款的副作用？有可能亲像遮个老大人安尼雄突然死亡。另外咱会通对无共款的代志伫遮来评论。最近咱知影讲艺人这个贾永杰有甲遮个企业募集300外台这个救命的神器，所谓就是高流量的这个上诉鼻管的这个导管的系统伫遮。逐人会感觉讲，伊是抢伫政府的头前来咧做遮个代志伊亲自伫遐送到伫逐个病院媒体嘛有报真侪伊即款的做好事的举动，互逐个伫遮甲学乐。不过嘛有无共款的人会针对无共款的代志，伫遮讲伊咧要分裂台湾啦你啊看，伊抢伫政府的头前伊就是要伫遮互人讲伊去较敖啦伊有缘无管伫遮的评论，也是讲人的论断伊继续来做伊遮个来送遮个上诉到伫逐个病院。其中咱也有看见讲媒体也有报讲伊挂总统3遍的电话其实是讲迄都毋知影啥物人的电话惊是诈骗集团讲伊总统，你若接到总统的电话，可能你嘛会安尼总啊甲挂掉安尼所以到尾透过这个联络了后，就知影讲真正是总统啦总统嘛甲鼓励兄弟姐妹，互咱对这无共款的事件人拢无共款的立场态度甲评论评论较过头，就是变做批评甲论断今仔咱所要看的保罗嘛是共款伊伫伊即个服侍过程的中间，伊嘛是伫遮互人批评，互人看轻，甚至伫迄中间来论断伊就是啥物款的人，啥物款的人到底伊有伫伊伫遮的人，因所讲的话，还是伊伫伊啥物？伊知伫伊伫啥物人对伊的评论咱会通伫遮来看。透过即段圣经的目的，咱也要来思考，伫咱的生活内底咱是毋是伫伊人对咱讲的话批评、论断，也是判断？咱要对即段圣经来明白上帝对人的心意是啥物。所以圣经咱来看，咱透过圣经咱来知影上帝安怎对待咱，伊的心意是安怎。第二，咱要对人对咱讲话中间迄个过程所讲的一句话，有好势无好势，有当时讲的无迄个意思，听的有迄个心所以咱要安怎对这段圣经，保罗伫遮面对伊在服侍过程中间，伊拄到这伤害甚至困毒，伊安怎伫遮来回应？人的话，咱要安怎伫遐来测验？即句话是咧讲啥物？这段的圣经是发生伫保罗伫第二次的旅行到伫哥林多的所在。伊伫迄个中间来住1年6个月，1年半的中间，伊靠着甲阿古拉、毕基拉伊投我因伫迄个中间，咱会通记伫讲伊是甲因做伙做啥？着做布饼，伫遐家己趁家己伫遐来料理家己的生活。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看讲伊来到哥林多的所在，嘛伫迄中间教会所回应的，对伊来讲有侪的遮的质疑甲攻击。咱来看哥林多即个城市伊进前捌受毁掉，伫大概主前146年的时阵，伊受到罗马政府伫咧中间来攻击来毁坏靠伫主前大概44年的时阵，有一个将军叫做该撒尤留伊伫遐命令来重建。即个城市伊边仔有运河，有港口，所以伊嘛算是一个港都。伫即中间受拆毁了后，重建了后，
咱看讲一个新的城市就吸引真侪遮新的移民，其中有侪遮移民就是因家己会当熟悉做路财，因家己会当到伫一个段落熟悉了后，因来到伫即个都市。另外咧伫即退伍的军人，因嘛来到伫即个所在，伫遮来享受退休的生活。另外，也有吸引一寡遮犹太人因听讲这新的城市有真侪遮个机会，有遮会做生意的一个管道，所以因就来到伫即个所在。所以后来咱伫哥林多的书信内底，也是讲伫使徒行传内底，有一群人因伫遮来对付即个保罗就是有即款的过程。伫即个中间，因为即新的城市有机会较济，所以有真侪遮个低阶层的人，因就来到伫即个都市，伫遮来找要通趁钱的机会。所以即个过程嘛，互因会通伫遮来趁到钱，所以有真侪人因空手伫遮来拍拼，所以后来诚做有钱的生意人。总是咱知影，即个港口嘛有吸引真侪遮个外来的遮个做生意的人。伫迄个中间嘛有淫乱的代志，即个城市不管是过去到现在，即道德堕落，所以道德的观念真薄弱。伫迄中间，咱看讲，遮个教会成员都有真侪，因为因移民来到伫即个所在，所以有真侪遮个成员是中阶阶层的遮个民众吼。所以有真侪是因伫迄个中间家己熟悉做生意伫遮来趁着钱吼。所以相对的遮个人，因为因对迄个低阶层起来吼华语讲因较势利眼就是讲看悬无看低，所以因对一寡代志的中间就会伫遐来做论断还是评论。特别即个中间就是对遮个保罗也是讲遐个传教者会伫迄中间来做评论、做论断，所以后壁咱要看遮个代志吼。另外，因受到迄个希腊罗马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吼，因追求智慧。另外，罗马的文化中间是伫意伫迄个法律吼。所以因遮个人吼无代志的时阵，就是相告上法庭安尼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因受到即个社会背景的影响。另外，即个城市一个经济来源是靠着人甲人的连接啦吼。就伫哥林多即个岛的山顶。有一个叫做艾弗戴蒂女神庙吼，庙中有大概差不多2000位的即个女祭司，讲较好听是女祭司，其实是咱所有的特种行业妓女啦吼。所以伫这中间有真侪人伫遐来伫遐朝拜了后，就甲遮的女祭司发生关系。所以，咱看讲，伫哥林多的问题，因不但有遮个分派结党、怨妒、纷争、属肉体，透过即拜偶像的过程中间，咱有看伊讲有遮淫乱的代志，甚至遮个社会道德败坏背景会影响到教会遮个信徒。所以保罗伫写批伫因中间嘛有迄款的乱伦的关系，还是淫乱的关系。所以保罗就写批伫遮针对教会问题来提醒、来警戒因。因为因中间嘛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律法的影响，所以彼此会友嘛安怎对相告呢？佫上法庭。所以伫圣经内底嘛有讲起，因无够伫教会伫遮来处理遮个代志，因竟然伫外面的人的面前伫遮来互相相告，来解决遮个代志。另外嘛无按照着规矩伫遮来食来啉主的圣餐。咱即马咱咧守圣餐拢是一块饼对无？一杯即个葡萄汁哦。总是伫过去，因咧守圣餐的时阵，好亲像咧食暗顿安尼相款啦吼。为人先早教的时阵因就食真多吼。后来人食到无物件通食啉因较早是用真的酒葡萄酒吼，所以未开始因就啉甲安那醉茫茫吼。所以后来保罗就写批伫遮来警戒因讲啉遮无按照主的规矩吼伫遮来食啉主的餐吼。另外嘛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人讲
无世人过我的事啦。所以伫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甲写批，直接讲有过我的事，耶稣过我，然后有500外的这个兄弟看见哦。所以经过这个代志，互咱知影讲，保罗伊用真侪时间，1年半的时间，伫这个所在，咱有看见这个教会踮伫哥林多的这个城市，受到这个社会背景风俗，也是这个文化的影响，所以咱看讲保罗就提醒吼。今仔日咱所要看的这段的圣经，就是人甲人的对话中间会产生这个纠纷，所以造成彼此的控告。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做伙来。恁中间有人甲别的信徒有纠纷，无伫信徒面前甲伊告，那甲对无信的人告伊。所以这段圣经就互咱知影讲啦，伫教会嘛有迄个相告的代志啊。所以伫遮保罗伊伫遐来提醒讲咱的身份是安怎？伊本身的身份是啥物款的身份？咱做伙来，人着掠阮做基督的册用，做上帝遮的奥妙的关键。这个信仰是要互咱会通伫遮来实践咯，毋是伫遮干那看看就好吼。所以保罗透过这段圣经，要来提醒讲，人的话语本来是有关联，有迄个气力，但是你若误用，你用伫无好的所在的时阵，比如讲相告啦，拄爱箴言就讲相告，有当时要相骂无好话对无？对讲出来的话拢会伤害彼此伤害所以造成彼此的关系破裂，甚至安怎恶别人的即个臭粒屁啦吼。所以信仰。保罗在提醒讲，毋是干那伫遐看看，更加要互咱对真理会通伫遮来实践出来。所以保罗看见这个教会有这个问题，所以针对教会有这个论断，这个论断其实就是相告啦吼，伫这中间上法庭伫遮来审判甚至伊本身嘛是互这犹太人伫遮告到伫法庭的中间，所以咱看见保罗面对即款的当时教会问题，所以伊就写即张批示甲哥林多前书还是哥林多后书伫即个中间要来解决因中间的问题。所以咱做伙来看讲，人甲人中间迄个论断的关系，若是不断的发生，就会影响彼此，甚至影响到主的名。所以伫遮论断不断，特别对伊来讲，伊在服侍，有当时咱在做这个事工的时阵，嘛会听到无共款的批评、论断。咱做来看这段圣经来，若是我互恁还是别人批评，我掠做小看事，我也无家己批评。你敢会掠做小看事？如果若有人讲，若有人对你讲，你生了有够抱歉，你的生了无好看，你讲话安尼真粗俗，你会安怎所以这是。这个哥林多信徒，也是这个犹太人对保罗的一个批判咱做来看这段圣经来，因为有人讲保罗的批严苛佮强硬，毋过人来的时却软弱，讲话无分量就像伊讲的一套，伫背后讲的一套，总是实在对人来讲的时阵是安怎？可变软脚下，所以伊无迄个一致啦还有就是讲有人批评伊生了无好看伊讲话无像阿波罗安尼有上过修辞学迄个言语讲了较好势，所以这嘛是伫批评的过程中间后来敢有讲属伫啥物人，属伫啥物人另外有人讲伊是。凭血气伊的肉体血气伫遮来做遮个代志咱来读一段圣经来。有人拍算阮是照肉体来行，我拍算决意着用好胆来办因，求恁无得，互我伫对面的时有
有即号决议的好大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伊有缘互人伫遐来论断吼，伊讲的一套做一套安尼啦吼。另外第三就是讲，人讲伊心机作动的啊吼，伊真有心机吼。这段圣经咱做来读，有人讲我诡计多端，用欺骗利用恁，我减捌甲恁拖累。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啦吼。保罗伊拒绝哥林多教会对耶路撒冷的奉献，因为当时可能有人要照着这个机会这个奉献来地伫家己的落地吼，所以保罗知影讲因中间有这个代志吼，伫遮来拒绝因的奉献，总是伊对别个教会有收因的奉献，然后送到伫耶路撒冷。所以伫这中间，人就利用安尼来讲即个人诡计多端你看心机作动的甲对因较好，对阮就较歹等等这个代志吼。这是头一个，就是讲论断批评吼。伫迄中间保罗爱面对即款的代志。有当时咱伫教会中间嘛是听真多啦吼。咱讲做甲流汗互人安怎，就嫌甲流烂吼。不管你安怎做，拢无共款话伫遐来批评论断。第二就是讲，伫迄中间因安尼彼此伫遮来竞争啦吼。咱看见讲伫迄个过程吼，有人讲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讲我是属阿波罗，有人讲我是属基法，就是彼得的，有人讲我是属基督的吼。这伫第一章甲第三章内底拢有讲到讲属什么人，属什么人吼。伫迄个过去吼，因着利用安尼有人讲保罗吼讲的是较安怎，较local的，较安怎本土的，所以伊较无像阿波罗伫讲道的时阵讲甲遐水气迄个言辞有伫遐安尼真好势吼。我去看一寡资料话讲这保罗是较报道型的吼。这个阿波罗是教导吼，伫咧中间吼，所以不管安怎，咱看讲伫咧中间，就因为安尼吼，伫遮来分派来结党吼，比较因彼此的因素了你会讲方言，你袂晓安尼你较差吼，所以针对这个代志吼，保罗就写哥林多前书，特别第13章吼，咱就看见12章13章这等等咧比较中间吼。若无听，遮个文字拢无算作是啥物吼。另外伫迄当时有即个文字的制度，就讲啥物人对我好施恩互我，无论即款的人有道德好毋好，我拢会照伊所做所讲的伫遮来尊谈吼。即个就是讲，伊对我好，我就活啥物人死过安怎？就活大病啦，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看见讲人甲人中间有迄款的分党结派，这就是其实外来这压迫拢袂递到互教会有一寡这毁坏吼。其实真侪这教会的毁坏，拢是因为内部的这问题伫遮来产生。所以因为因彼此纷争结党，然后伫迄中间无属伫即个什物款的领袖的中间吼，其实这毋是领袖伫遮来造成，是即个信徒伫遮家己因为即款的制度是背景伫遮来相活吼。然后咱有看见即个加阶层的因出头所以对即个制度就有一寡即个意见吼。所以咱看讲伫即个过程中间就会阻挡上帝的事工。另外第三就是讲臭名不断啦吼，伫这过程中间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烂，就是安尼吼。所以保罗伊家安尼讲来，阮为着基督做工，恁踮伫基督做智慧，阮软弱，恁勇壮，恁尊贵，阮卑贱。到伫即点，阮也枵也喙焦，脱捌体，互人争，无定着的所在。也劳苦，亲手做工，受软骂，就甲人祝福；受困毒，就吞忍；受诽谤，就甲人好喙。竟然成做世间的本色，万米的坐台到伫今仔日，
所以伫遮，互人讲啦，恁这作恶啦、软弱啦，恁做甲遐济了今仔日嘛是搁安尼，也无趁着啥物钱。所以拄仔牧师咧讲的背景，就是讲教会中间受到社会影响，有遮个人因空手伫遮靠着趁钱，然后出脱啊，但是因高估家己，因讲这拢是靠着我家己的气力，所以伫迄中间来彼此伫遮来纷争伫遮来攻击，所以保罗伫写这话，就是咧提醒讲警戒这兄弟姊妹就是讲毋通伫迄中间互相来批评另外，咱看讲拄仔咱所看的箴言内底嘛有讲起，你彼此若无有迄个好的话，你惹人的空旁了后惊人会安怎骂你啦，所以你就对啊，臭名就恶得脱离哦。所以这就是咧提醒，伫迄个当时，这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伊建立的教会中间上最问题的一个教会啦吼。所以伫遮保罗针对遮来写批哥林多的书信，伫遮来帮助因，伊对上帝领受，也透过上帝话要伫遮来提醒因。所以伫遮头一个就是安怎，要安怎，互福音进入伫人的心内，上帝安怎回应因的话。上帝的话就是讲爱忠心啦。伫遮保罗在提醒讲，咱遮做上帝福音的遮的管家。咱若伫传福音，不管你是牧者，也是小组长、区长，也是你伫传福音的人，其实就是好亲像上帝家来的管家。管家毋是干那只为人做代志，管家上要紧的一个职分就是啥？对，传福音啦，分享福音。所以将这个福音透过无共款的遮个方式管道，像咱即马就透过线上夏令营实体无法度办，咱就透过啥物？对啊，透过线上的，咱毋捌做过，咱参考人，咱试看卖这一次你看，佮实体夏令营爱等几工才报名总是线上的而且来推出就无到一工就报名已经满所以嘛对这无报到的感觉真歹势咱后边佫有这个机会，所以咱把握这个机会保罗伫遮讲咱。每一个人，你伫从事这福音的分享的时，这就是上帝管家。管家毋是干那伫教会内底啦所以管家伊一个角色就是爱安怎？这个态度就是爱尽忠伫上帝的面头前咱若看讲管家有头一个伫厝，你有好好管理你的家庭无？第二是讲。你伫你的工作的场所，你的职场的中间，你会通伫上帝的福音的顶面来分享的时，这嘛是上帝派驻你伫职场的中间工作场所的管家。第三就是讲管理你家己的生命，咱甲人接触的时阵，人会透过你的生命伫遐看见上帝，所以咱好亲像一块活石。最后是伫教会，无论是传教者，也是咱所有的这为着福音伫遮咧服侍的这保罗伫遮咧讲起，讲要有忠心啦，要有知识啦，然后这个忠心意思就是啥物透过这段经文，咱伫遮来看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看头一个就是要有忠心，有见识就是主人。伊要伫遮来出外，总是伊需要互伊的管家伫遮来管理伊家庭的做遮个事项啦咱像约瑟，伊就捌诚做波提乏将军的管家，甲伊厝管理甲好势，伊忠心啦总是伊是面对引诱的时阵，伊悠然忠心，伊无受到引诱。所以伫遮管家对主人要有忠心，要有忠实。第二，管家伊爱伫遮来好款待牧养就种料理伊的这厝内主人所交代，好亲像上帝交代牧者交代咱透过咱这受选出的这个中级同工，咱的小组长等遮伫遮要安怎来维生？即马无法度伫实体，咱要安怎伫平常时？小组长，咱会通透过电话来，会通伫遮来关心，伫遮来联络。
我看到群组的顶面，咱的群组的顶面就这小组顶会铺啥物？哦，对某物人，伊可能即摆开刀爱带伊，也是注意风险。哇，即摆安怎发烧啦、送病医，所以即时透过这个网络，会当互大家知影讲这个消息。大家都为着这兄弟姊妹直接来祈祷，所以伫迄中间，你要看上帝也互咱有知识，而且运用无共款的方式来管理教会，然后也透过这个中心，就是按照时间按照时间直接来发美牛。除了实体以外，就是伫属灵的美牛的内底，直接来分享上帝福音。所以咱教会嘛有透过安怎对迦南之声逐工你有听无？无采阮安尼录甲3个牧者一个人负责10工安尼逐个月过来念要阁轮到我，所以阮就爱开始阁准备，开始阁录音等遮。所以兄弟姊妹。逐工早起，迦南之声伫厝，咱会通透过上帝话。这段时间嘛是要读哥林多的书信所以拄好配合咱伫迄中间新眼讲的这进度，咱会通伫遮做伙来读上帝话。透过上帝话，你知影帮助咱，互咱知影讲上帝的心意，上帝交代咱咱免怎伫这中间来安怎来管理咱家己的生命，来安怎来管理咱的家庭，来管理教会这个大家庭等等。特别上帝派驻你伫你的工作场所。上帝话要互你成做是一个有忠心、甲有见识、有知识的人，互你所接触的人会通因为你伫遮来认捌这位上帝所以，如果你有挖掘上帝，你有亲近上帝，你有上帝的思想，对人所讲的话，你会感觉讲安怎？这小块的事，如果咱有属世界、属家己的血气的思想，那安尼安怎？咱就对人讲一句话，你就开始生气唔愿困袂去然后我用目睭陪目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喙齿陪喙齿你甲我讲我一句，骂我一句，我就安怎？对骂你两句，上帝较输对。所以伫咧中间，咱有看讲保罗伊安怎讲？咱做伙来读来。若是我互恁，也是别人批评，我掠做小可的事，我也无家己批评这就是保罗伊过去检测伊毋捌主的时阵伊可能用伊家己的血气伫遮来论断、来批评、来掠遮的基督徒。总是伊伫迄大马色路上，伊拄着耶稣的时阵，然后伊生命改变，又属主的这款的思想所以邀请耶稣做伊思想、感情、意志的主，又属上帝的思想的时阵，那安尼伊就无对伊伫人所讲对伊的批评、谄媚。甚至伫迄中间来困着，所以咱伫遮会当看伊讲这段圣经也是以弗所内底，其实咧提醒讲咱做来读来，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声备办的，要互咱行伊。上帝创造咱有伊的心意，所以咱有属上帝的心意，照伊的心意安尼去行的时阵，那安尼咱就看伊讲，咱所做的咱袂伫遐来质疑人咧批评咱袂伫遐质疑是安怎？上帝安怎看咱？耶稣安怎看咱？人的论断拢是小可总是主的判断，才是大的代志。有一天，咱要当头对面，上帝安怎判断咱，安怎审断咱，这正是咱所爱质疑的事。所以保罗伫遮讲，我质疑的是上帝，咱的主耶稣安怎看我，毋是恁讲我安怎，我就安怎。当时有当时咱无度，咱常常是听伫啥物人对我的看法。哎呀，你若生了遐抱歉，遐歹你就开始伫遐郁卒，开始安那无开钱来安怎？整容啦，来做啥物款的代志，毋免啦。兄弟姊妹，求上帝来帮助咱最要紧的就是上帝安怎伫遮来回应咱，就种单主伫遮来来判断咱，毋是人咧判断。兄弟姊妹，
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因为我毋知家己有啥物通设备，总是我无对即个得到称作义，独独批评我的就是主。伊知是主对伊安怎的看法，所以伫末日的时阵，伊安怎伫遮来面对。所以当咱甲人的中间有言语的过失的时阵，也是冲突的时阵，咱着爱紧紧安怎？爱紧紧伫遮来做和好的事。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如果咱冤家无好好伫遮来做一个和好和睦管理，那安尼不但咱彼此伤害，咱的臭名嘛恶得伫遮来脱离。所以这嘛是主透过伊的话伫遮来帮助咱，时未到，咱毋免论断。有人咱看讲伊出世即个是命中带衰克死爸克死母，所以过去就是安尼甲送互人伫遐来饲有当时咱若无伫伫上帝话，咱去听人的话时话算命讲这个人安怎，着爱安怎做兄弟姊妹，咱伫是上帝安怎看咱，毋是人安怎看咱。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咱适当的时，安怎上帝话正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伫遮来帮助咱，来断绝遮人所对咱言语的即个批评论断。咱着爱伫是啥物？得到上帝得到咱的主的即款的学乐。所以当咱忠心，咱伫上帝面头前的时阵，咱着要受称赞，好过尽忠的罗卜。咱会通正到伫上帝迄个恩典的厝内底，做伙来享受。所以当基督审判的时，遐个稳捌的事，拢要伫遮来显明。当咱若忠心伫上帝面头前，咱就毋免惊迄天来到伫咱的中间。迄天是末日，世界末日吗？咱都毋知。迄天有可能是明仔载，有可能是随时，咱毋知影上帝伊的审判当时要到，咱都毋知。总是咱如果若忠心，随时准备好，那安尼，咱就毋免惊吓，咱会通好胆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来到上帝面前，伫遮咱领受的恩典。所以，咱会通伫遮认捌上帝对你我的心意，透过即个世代一直在变化的中间，你来追求上帝的心意，用无共款的方式伫遮，这个管道，上帝互咱有忠心。以外嘛有迄个见识，也是讲知识来帮助咱，伫遮来甲人中间有正面的连结，有对上帝来的连结。另外，咱嘛要接受上帝安怎，因为伊疼咱，所以伊互咱有教育恩典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遮知影讲上帝疼你，无论你是啥物款的人，无论你伫啥物款的境遇。上帝拢甲你三甲同在，上帝听永远充满伫咱中间。咱要做伙起立，咱要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上帝的听，上帝伊的话伫来帮助咱。兄弟姊妹，你知影耶稣听咱为着咱来付出伊性命的代价，所以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伊的听。风对倒位来，心情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哦，啥是的路，啥人通我靠？耶稣，你听我一生君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牧者。我爱亲近你，照你的旨，耶稣。
心情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哦，城市的路，啥人通我靠？耶稣，你听我一生君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无遮。我爱亲近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哦，你来引带，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兄弟姊妹，你知影耶稣听你吗？就伫你孤单无伴，就伫你无路通行时，就伫你因为人的话心肝郁卒、艰苦的时，甚至想要死的时，你知影耶稣听你？你是抵伫人的话，一直行袂出来吗？你是抵伫人对你的看法甲论断、批评，你无法度行出来吗？保罗伊家己亲身有这款的体会，总是伊的目睭看见主，伊知影审判咱的论断、断咱的是伫主，所以抵是主安怎看咱，毋是人安怎看咱。有一天长头对眼时若到，一切事就拢要显明。生源的在伫上帝，所以咱会通伫遮恳求上帝，伫你的苦事的时，伫你无路通行的时，伊甲你相甲同在。咱要做伙来祈祷，主耶稣，你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就来到伫我伫你的所在。就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面对着阮人生的困苦，当阮面对着阮家己的问题，当阮面对着阮心内软弱甲郁出的时阵，主耶稣，你讲我伫遮，恁会通就近我。主耶稣，求你来捆绑一切，毋是属于上帝来的言语，伤害阮兄弟姊妹。一直抵伫这款的言语、这款的论断的顶面，求你透放，互因得到自由。因为你的神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主啊，互阮会当忠心伫你面前，当阮真心伫服侍时，检查嘛无共款的这个声音言语，求你伫遮来拨走这一切言语上的搅扰。互阮通自由来到你面前，当阮用信心大大来开嘴，阮就相信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敢要做奇妙作为、奇妙的事。啊，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对死里搁活的快乐关联充满恁，互恁抵伫上帝的话，无抵人的话。天父上帝，
用你听真做金牌保护看顾阮，脱离这个瘟疫的侵害。主圣神，求你充满阮，因你来就是要阮想起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话假使阮无得论断，求你来帮助阮，来节制阮的嘴、阮的嘴唇、阮的喙齿，阮无讲有话拉三负面的话，阮出喙就讲造就人的话，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啊，这请坐，咱的礼拜就到这完上帝赐福咱，请咱默祷。今日即摆咱的礼拜就到这完上帝所咱一礼拜拢充满上帝恩典，咱嘛会通为着这疫情祈祷哦。希望6月28会通来降级，咱才会通实体伫遮来礼拜哦。所以咱拍拼来祈祷，求上帝伫遮来清去咱的这个世界。咱后礼拜三见面，愿上帝赐福咱。